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号的 M 新闻，我是嘉豪。交通部铁道局今日发生2件的意外，一个是伫咧家己做这高架工程的时阵呢，一台包厢的这个刹车留伫铁轨路顶头，却互区间车撞到。加在是无并车，这旅客是拢真平安。咱讲到伫咧新马站呢，是这普悠玛列车败马地点，等咧做路线当弯掠的工程，脚踏车却甲这电线交接断去，害一帮车慢25分。就是这台差不多1公尺长的小平台车，留伫代替铁轨路顶，互代替区间车直接弄到，差一点就甲控诉控制泰鲁阁高速公路同款，不过在旅客平安，真正互人惊一个。原警到场查看后，该物为营造公司封底基础工程遗留于现场的手推平台车，致该列车紧韧，未造成本案旅客及人员受伤，台铁局紧急调度车辆接驳。根据了解，铁道局是伫初9 0:41分，伫嘉义民雄到南靖站进行高架化工程。4点10分解除路线封锁复电。5点16分，一台代替3121处区间车经过时阵，好亲像直接就弄到包厢工作的小平台车。特殊列车头前下主排障器故障，旅客转坐其他列车。不过铁道局初9发生的事故毋哪一件。承包铁道局工程包厢伫宜兰普悠玛事故的新马站施作弯道改善工程。透早1点，怪手无设置高长东线电车线的主吊线，经过1点钟，派电力维修车抢修改换20米长的主吊线，一直到透早4点40分才抢修好势。代替局要甲铁道局求赔偿。相关的一些疏失的一些事故呢，我们都会对承包商依契约的规定除了给他罚款之外，对人员的部分，我们也会做相关的惩处。他采用的其实都是外包给厂商，那发生任何的意外之后，那很有可能就是切割成厂商的责任。可其实真正在负责这个工程相关的验收以及工程的监理，还是回到国家单位自己身上。所以我们认为，不论今天这个事故的责任是发生在这个台铁局或者是铁道局，他们其实都应该要回归到说，这个是由国家负责的运输、公共运输的这个服务。铁道局表示，拢有按照规定，所有时间收工了后，拢有做相关的检查，搁写标单。不过也是发生平台车走入铁轨路的疏失，会进行处分。不过代替产业工会是呼吁铁道局爱负起所有工程监督责任，才会当降低事故率。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一对母仔囝从中道过车路的时阵，去互一台轿车撞到，这妈妈是弄一个重伤，也那3岁查囡仔是不幸来过往。其他日就民众去到发生事故的路口，去遐放花、放七刀米啊，甲这个囡仔悼念。这囡仔的老爸到担唔敢甲伊太太讲，这3岁查囝已经来过往啊。而且因的爸爸也讲呢，这政府拄修法，唔让过路人才要加重处罚，想袂到随发生这款的悲剧。一所喷水高车花就控制台南北区中义路到成功路口，除了花，甚至也有囡仔吃糖米，全部都是民众自发性要来悼念因为车祸死亡的3岁查囡仔。因为我们自己有小孩，所以其实看到的时候其实蛮……看到那个新闻会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蛮难过的，因为说真的，台南交通已经不是1天2天这样子了。台北中道台南市一对细里的母仔囝行伫板尾线，煞互倒外车冲撞，造成母亲重伤，3岁查某囡仔死亡遗憾的代志。查某囡仔父亲到当也毋敢甲家后讲出真相。即仔有较稳定啊，毋过搁爱观察1、2工啊，即仔有拢清醒啊。伊问我讲，阮查囝有较好无？我甲伊甲变讲，阮查囝伫别个病好好啊，无安怎？我好好的人，佮挡袂掉啊，伊安尼哪有可能挡会掉？查某囡仔父亲也悲伤的批评，政府才拄啊修法，体罚无让行政法则，家己查某囝就去互弄死，实在是伤口洗。对此，交通局强调，未来将对交通教育工程执法3面向来拍拼。执法面的部分的话，除了将持续强化为礼让行人之交通大执法外，工程面为改善行人通行环境，并于适当的一个路段来划设标线行人行道。调书的姓道女子，向伊过失致死罪向法办，事后也捌打电话予查某囡仔父亲，叫伊下到灵动证第一。那初9下昼进行招魂仪式，对民众送花甲7套米悼念，父亲也感谢各界关心。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有人举这纳粹旗啊，出现伫咧台北欧洲学校的门口口，网络顶头也几落个非官方的学校牌奖也出现纳粹符号。以色列甲欧盟驻台机构拢有伫咧注意。以色列驻台代表瓜苏比就表示，希望台湾政府爱有应对，唔通互纳粹符号搁再出现。最近，佫出现有人摕纳粹旗仔出现伫台北欧洲学校门口，也是伫大批家长等咧接送学童的时阵，网络顶头也出现几啊个毋是学校官方入面的面册，用符号斗成的纳粹符号。以色列甲欧盟驻台机构拢表达关切，外交部也呼吁咱国民众爱尊重各国人民感受。And I really hope that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in Taiwan will find a way to remove these salting symbols off the street. 再次吁请国人务必遵守文明世界的规范，尊重各国人民的感受以及各族群的不同立场。2016年，新北市公园高中学生穿纳粹军服、拿纳粹旗仔，缀伫转小改造的战车市场，就是趣味的变装，引起各界谴责。为期也有几啊件学历战纳粹争议事件。2006年有规定学生组织宣传纳粹主义。2011年3名学生穿纳粹军服参加国防部首旗战斗营。2013年有反动人士穿纳粹军服参加反同志游行等等。学者表示，纳粹大屠杀毋仅针对犹太人，也有非犹太群体，像波兰人、苏联平民、甲政府、同性恋者、心性障碍者等，总受害人数可能超过1000万，是欧洲历史上真悲伤的记忆。我们对欧洲的历史毕竟有一些距离，有一些隔阂，所以说有可能理解性会不够。欧洲人也可能对于2次大战东亚战场，或者又像是对于台湾的一些过去，像228事件或其他的事情，可能也不那么了解。民主国家保障言论自由，不过学者认为，咱国民众对部分符合伫其他国家代表的负面意义甲背后历史的悲伤，可能因为无够理解而被用。相关议题爱搁较谨慎。外交部表示，蔡总统连3年出席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相关活动，毋望病毒收分心态，展现对无共文化、宗教甲族群的同理心。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党市议员杨家良进前党内立委初选有选赢，不过今仔日向发出声明，讲要放弃冰电冷淡的这个提名。伊表示讲，20多年前捌伫网络顶头写文章，内容违反儿童及少年性教育防制条例有案底，伫正式提名进前要放弃资格，莫造成大选争议。拄伫党内初选选赢，车集中集会就要正式提名，但是民进党党市议员尤家良本来要代表立赢参选平镇含龙潭的立委所做这个宣布。伊发表退选声明，讲家己选赢了后，定定拢无法度困。尤家良家己讲，20几年前捌伫网络的论坛发文，是违反儿童含少年性教育防制条例，互判刑，禁罪2年。针对这种情况，中执会是抗入禁止提名参选。虽然这规定全大会还未通过，但是伊决定伫正式提名进前主动放弃。我们可以理解杨家良同志愿意坦诚面对过去所犯错误的道德勇气。那么中央党部尊重他个人的决定。我目前的想法当然是说，先把议员的服务先把它做好，党中央整个选对会推出的最适合的人选、最强的人选。人造一定也是会全力的来支持。伊当阵初选的对手刘仁照知影这个结果是规个公民，党中央是表示尊重，强调后壁的提名作业是等车集中集会阁讨论。这个选区一向拢是拿比例较好选，现任立委国民党的吕玉玲要争取连任，不过阁有市议员黄敬平和苏翠玲拢想要选。挑战者这2位，他都是议员呐。我们希望大家都是优秀的人，都继续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大家合作一起来为乡亲做事。届已经在选了，不太可能撤回来。像我们这个选区是3个人，协调的难度比较大。国民党的人选是超袂出来，市党部是决定28到30做3天的民调，31公布结果，提名支持度上悬的，到时再来决定和立赢对决的这个人选。记者综合报道。总统杯跳水锦标赛这6月初就要比赛咯。不过高雄的跳水队选手却是无多伫高雄训练，是因为高雄的国际游泳池对去年5月征收到单，拢还未做好势，敢若会当跳这2贴啊，无机跳水尔。不就是家长爱家己开钱去到台中训练。按跳完顶向前跳，正拍伫2柱顶，
唔知人掠做是咧练体操，其实因是咧训练跳水，要代表高雄市的中正国小跳水选手。以前拢是伫高雄国际游泳池跳水池练习，不过游泳池因为漏水，去年5月休困征收，原定11月完工，所以变更设计拖到7寸。结构问题又必须最快要到12月，其实这样的一拖再拖，都造成包括游泳选手、跳水选手在训练上面的这个权益都会受到影响。教练也积极的在提供一些相对应的方法，然后让选手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依然能够成绩的一个成长。正常的跳水训练比例，水上甲陆地是4:6，因为场地问题，选手只好改做陆地训练。艰难状况，互人看了唔甘。另外，台湾目前敢若高雄、台中甲台北有5米深的公立跳水池。为着后个月初的总统杯比赛，家长只好家己出钱，互囡仔去台中训练。立院要求市府爱补贴选手外地训练费用。运发局本于支持我们高雄的这些体育团队，那么我们运发局也会来筹措一些相关的经费来补助。除了跳水选手训练场地有问题。欠水严重，高雄4月20日起暂停开放公立游泳池。不过因为南部落雨无理想，文化局讲游泳池会继续关到抗旱应变中心宣布重新开放为止。期间有比赛需求的选手会当申请鉴定，也是高山游泳池做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要拼今年年底，予大巨蛋完工营运。早起有10外位台北市机关去到大巨蛋考察，目前针对着这人工草埔，也个这以外涉水，表示无同意见。阮向表示讲，会等到球队来试拍了后，再过来进行调整。工人伫咧大巨蛋场内一直赶工，一班3000多平方公尺的人工草埔已经铺好啊，有7公分高。台北市政府要拼伫今年底，予大巨蛋完工营运。内华乡一个座位区、应援区拢差不多啊。陈桂宇议员在期去考察。我们大重点是在于人工草皮，然后座椅颜色的部分，以及我们最重要就是未来如果有发生灾难的时候，避难逃生的路线。草皮的防护，让我们的球员在运动的时候不会，在比赛的时候不会受伤，也是我们观察的重点。所以我们特别是关心这个人工草皮，还有它上面铺的这个沙的细致度。除了确定导线的路线跟木顺，大巨蛋内面的浅色的椅啊，是不是影响球员射球，或者是造成反光的问题？阮向集团回应讲，因为即马外接的临时电加电火，落予整体看起来效果无啥共款，所以等球队实际拍刷了，再过来做调整。看到的灯光都还是所谓的临时电。那色温也都不一样，所以会请这个球队来打完，那确认灯光打下来，色温 OK 的情况之下，看在比赛状况中会不会影响，我们再来做调整。大巨蛋采取分区启动营运，第一期已经在今年4月18完工，目前正伫咧抗验改善，按算112年7月摕到使用执照。针对部分议员质疑大巨蛋的体育活动可能比演唱会或者是其他表演较少。提出体育局回应，大巨蛋的体育活动比例将会对第2年到第4年的57%，增加到第5年开始的65%。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目前有吨23万吨的粪扫，这草屯的粪扫山对去年5月开始均做一粒，到今还有600吨。因为年底呢，这浇水潭人工湖就要开始送水啊。县政府表示讲，按算伫年底之前，就该这粪扫清走。南投草屯的粪扫堆墩场当地进行拍包作业。草屯粪扫山为去年5月开始分类拍包，虽然目前有清出一寡位，不过也是有将近6万吨。草屯清洁队是讲，目前一天会当拍包200吨。预定说年底之前，希望是把这个暂置区能够完成清运啦。好，至于新垃圾的部分，上级也有一直要求我们要另外找地放置啦。南投县环保局是讲，6月再增加一台机组，要提升到一天400吨。目前已经甲7县市讲好协助消化这些竞出物件，嘛结合民间的力量加速消化。要拼伫年底浇翠潭人工湖完工前，甲草屯粪扫山全部移除。环保署都有协调一些数量，针对这些外运的部分有在协助。那大概有一些县市会专门来锁定草屯垃圾来做移除，所以我们今年度县府的重点大概是会把集中会在草屯做垃圾移除。
南投县目前逐工生产的粪数量是250吨，环保局是讲，为3月开始，逐工外运量能已经提升到200吨。不过，其他同款有粪数问题的乡镇是讲，县政府应该爱考虑到草屯以外的所在。在载运出去文化的时候，应该要按人口比例来载运这样垃圾比较公平。像我们从去年到现在只有载运3台车子，说实在就42吨、43吨，真的实在是太少了。这个量的扩大它还是整个统筹还是在县政府的环保局，你知道不？我都讲我说我拿去土有。量全的互源。为咗乡镇是讲，环保使用专人的方式来解决草屯粪扫堆囤的问题。不过，其他乡镇粪扫外运的问题也是有，要求中央甲县政府伫处理南投粪扫问题，应该都要统一做法，无应该大细目。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非洲中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顶礼拜做大水，东部两个庄头互大水冲走，大水所吞踏过所在，拢变甲密密麻麻。到七八为止咧，已经有400多人不幸过亡。拼死要拼命骨，就是要找一线希望。也不过讲出来，较侪拢是已经无性命的受难者。非洲中部的民主抗俄，东部南基五省顶礼拜连续落几日暴雨，引起山洪爆发。溪水崩旱，真侪民众活在土石内。Mwanangu ameenda we, hapa Mungu ameenda. Hapa Mungu ameenda ameniachia watoto 5. Mimi nimelia kwanza kwa aferi ya kwangu nimepata ajali. Nimelia kwanza ajali ya kwangu. Mke wangu amepoteka. Amekwenda na watoto wangu watoto 16. Mama Kandu na watoto wote wamepotea. Nimewakia mimi peke nyumbani. 南基五省受害上严重的2个庄头，会使讲是险灭庄。救援团体顶礼拜紧急支援，也过搜救时间愈久，家属愈绝望。初五，搜救队已经找到100多具遗体。到初八，遇难者已经超过400人，要数百人下落不明。灾区附近病院面对大量伤患，医护人员、药品、设备拢超过病院的负担。Vous constatez que certains dorment à même le sol. 联合国应急小组已经介入，呼吁国际提供医疗食物、住宿等援助，好好安葬往生者。南基五省不是头一届发生严重水灾，2014年当地因为暴雨损坏700多间厝体，超过130人失踪。民主抗俄政府宣布初八全国哀悼1天。公视新闻市婉宁编译。美国联邦政府用防疫做理由，甲申请庇护移民赶回去。不过，这个法令特别告急啊！甲墨西哥相接的边界，最近也开始出现真侪非法移民，因想要逃走入去美国。德州的这个埃尔帕索市就因为安尼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德州州长艾波特甚至宣布要安排军队伫边界所在，甲一寡非法移民赶出去。德州甲墨西哥交界的边境城市埃尔帕索，市中心的2个收容所收容330人。4颗连长的大马路有2300个非法移民困伫路边，这只是讲违法到基前，为其他所在想要走入去美国偷渡客的一小部分。埃尔帕索市长估计，墨西哥迄边有15000个非法移民，但要行过边界。加州圣地亚哥附近，川普政府时期所起的边境关墙，初八有将近500人伫大日头骹踮伫海关甲边境保卫局排队听候登记，有人一个等就等1礼拜。这阵人内底有袂少少年的，也有囡仔，也有红婴仔。靠近圣地亚哥的墨西哥城市提华纳，全市的收容所差不多将近6000人，等要进入美国。There is a high level of uncertainty and some anxiety from the migrants waiting. We have met people who've been waiting here for 4 nights. At night it gets very cold. In the morning it gets very cold. We have situations of moms with babies from 8 months to 7 months. We have young boys who are 10 years old, 8 years old. There is uncertainty, there is anxiety, there is a lack of clarity.
德州共和党籍州长艾波特七八伫奥斯汀宣布，部署兵力驻守伫边界沿路的热点，协助哪吒也有赶走非法移民。同时，国家几落千个这偷渡的人，用马术再去全国各地，佮批评民主党拜登总统的开放边界政策，妨碍因确保边界安全的能力。Texas is doing more than any state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defend our border. That includes deploying up to 10,000 National Guard members and 1,200 Texas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troopers. 川普政府伫2020年3月引用1944年的公卫法，也就是法典第42卷，以防疫理由赶走申请庇护移民的法令。因为公卫紧急时期的结束，也要伫10月法庭。所来拜登政府的做法是解予符合资格而且照听书的人会当申请庇护。若想要非法下过边界的人，除了会互人遣返以外，至少佫会互人禁止重新入境美国5年，佫算伫无符合申请庇护的范围内。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2023年普利兹奖初颁伫咧美国纽约颁奖，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各路经媒体在内，然后因为报道这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呢，来摕到奖项。2022年3月初五，乌克兰急救人员甲警察，甲一位32岁受伤有身的军人，对互俄军空袭摧毁的妇幼病内面，用大架啊撤离。美联社摄影记者伫咧拢是枪支空加战火情形下，翕到性命沦陷甲抢救的时刻。2022年3月初五，伫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郊区，百姓拢跪伫咧被摧毁的伊尔平桥下骹，想要过河逃离战火。2022年2月25，伫咧基辅，有一位女子索洛伊科娃徛伫咧互飞弹摧毁的公寓头前口。2022年3月10日，俄军轰炸马利坡，一栋公寓被炸毁的时阵庆祝大会。这挂相片拢得到普利兹突发新闻连续奖。Our AP journalists who were in Mariupol were really essential to the world starting to understand what the human toll of this war was in its early days. They also provided a counterweight to Russian disinformation about the war, and their reporting ultimately was responsible for helping open up humanitarian corridors out of Mariupol. It's just a true public service. 2023年普利兹奖初颁伫咧美国纽约公布，真侪媒体因为俄战争的题材提奖，其中《纽约时报》侵入当地，坚定无国危险事实的报道，其中包括对布查镇大屠杀进行8个月调查报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个人选是还未出来，不过外界认为讲有机会代表拿赢出来选的，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日伊呢是对两岸论述表态，反对台独加一国两制。民进党就质疑侯友宜是故意闪过9二共识。侯友宜强调无需要用意识形态产生对立甲冲突。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点名蔡总统派代表去做党杯一表，就是总统府前秘书长李大卫。备战2024总统大选，国民党也未决定胜选。新北市长侯友宜最近对两岸的论述坚决反对台独加一国两制，初九佫讲无法度接受用意识形态分裂国家团结。不过民进党这个故意闪9二共识，两岸主张佫讲未清楚。咱来勇敢讲出来，咱是尊重法治，很清楚咱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咱是这块土地台澎金马共同生活的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争取拿赢提名，再去拜会新北市议长柯水瑞，哪位电证经陪伴。不过郭台铭连续批评政府主动买 BNT， 初九面册佫讲，都是前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斗相共大小姐传话。嘛要公布疫苗购买真相，总统府紧回回讲这是无实在谣言，还机会回应李大为唔捌讲过这话。昨天晚上就把所有资料整理一下，我们会在脸书呢详细，这里面我讲事实就是事实哦，我讲我们会用事实来说明真相。那是副总统赖清德并外交接见圣克里斯多福加尼维斯联邦副总统韩立，讲到克国独立了后，头一个建交国家就是台湾，台克40年来互相扶持。特别是去年4月份，德鲁总理在内阁里面无意通过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
还有国际气候变迁组织等等，这个是在各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这对台湾来讲意义重大。他说这次是民主跟专制的选择，不是和平跟战争的选择。那选谁是专制？这个专制还好意思讲别人专制？郭文铁已经正式登记民众党内总统初选，初九拄到蓝营罗志强伫街路拜票，讲到大选，搁再批评赖清德专制。那是郭文铁甲郭台铭拢要选总统，新北市长高虹安则拄签联署书挺郭文铁，初九就甲郭台铭见面，不过伊讲两个人拢真有智慧，袂互伊为难。记者综合报道。好事多 Costco 进口的瓜克兰冷冻3种综合梅，4月初10伫边境查出下肝病毒。食药署到当只公布边境检验无合格资料，伫咧官方网站已经办1个月啊。另外，伫咧台北甲新北进前有通报下肝的病例，目前拢是阴性的。美食卖场好事多进口第2可可兰冷冻3种综合梅，顶个月初10就伫边境封检出下肝病毒违规。也毋过，食药署拖1个月，今仔日才公布，恐惊互更较毋知影的民众食落多，引起外界质疑动作伤慢。我认为是没有了哈，因为其实我们的警觉性很高，在边境发现之后，马上要进行后市场的这个调查。那大家也许会觉得稍微慢，那我必须要说明一下，这个 A 肝的检查是比较复杂，其实实验室的工作是比较占掉比较多的时间。卫福部长许瑞元强调，是因为检验过程久，并无伤慢，只是好事多毋过防检出下肝病毒事件。由员继续探小各地拢有通报案件，其中台北市卫生局初白就接到一个目前毋过的急性病毒性下肝通报。这个个案捌伫3、4月食好事多，毋过防检出下肝肉阳性，检体送中央实验室复检结果阴性。另外，初白的新北市个案经过复检也呈现阴性，两案拢已经结案。经过我们疾管署溃疡实验室今天的复验之后，2位都确认是阴性排除而且其实已经对 A 肝免疫有这个 A 肝的 IgG 的抗体，所以这2案目前都结案并没有证实有染疫。特别去注意环境卫生这个食物及饮水油煮熟煮沸，确保干净，以及有注意手部卫生的问题，其实其感染的风险并不是很高。医师建议 A 肝的传染方式是喷口，做好环境卫生，就当避免传染。卫生局提醒，那民众捌食防污染的，毋过产品会当伫最后一摆食了后的2礼拜来看白评估，敢是要自费做 A 型肝炎疫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新冠疫情是还未完全结束，疾管署监测发现第4批疫情有伫咧加悬，将可能一直冲到7月初。另外，流感也增加2例死亡，未来2礼拜流感疫情也有可能变严重。那讲到高组病例有增加15例，按算后礼拜开始呢，要互民众去登记注这高组的疫苗。新冠肺炎第4波疫情是慢慢升悬，疾管署监测发现讲，顶礼拜每日平均是增加116例中重症，死亡每日平均是增加15例，拢比前1礼拜是小可加。恐惊会一路升悬到7月初，而且变异株 XBB 已经占4成，捌患到的人，佮患到的机会会增加。新的这个 XBB 的这个变异株呢，有包括大家外界所称的大角星，但是也有另外这个先前已经流行在欧美的 XBB.1.5。所以目前 XBB 来讲，也是有可能成为下一波主流的病毒。另外，流感的疫情嘛继续烧，顶礼拜是增加28例流感，而且发生重症的病例，其中无到10岁有4例，而且佫增加2例死亡个案，拢是有慢性病70岁以上的士大人，拢无做过本季的流感预防针，2个人拢是感染到 A 型的 H1N1。疾管署提醒讲，流感疫情未来2礼拜有可能继续佫起嚟。最近因为这个防疫规定松绑口罩的很多人就是可以取下，还有就是出游的人潮增加等等都增加了这个流行性感冒或者是其他病毒的这个传播的机会。另外，高组佫增加15例确定病例，包括14例本土和1例境外移入。加起来，国内高组个案已经有79例。进前紧急国买的2万罐高组疫苗已经到台湾，即马当在做封签检验，暗算对后礼拜开始提供预约来注射。今年嘛出现第一件朱卡病毒家庭群聚事件，是北部30多岁翁仔某去马尔地夫旅游，结果话到，等来台湾了后就出现镜头，采检发现是话到朱卡病毒，好佳在已经康复出院。记者综合报道。
乡西旅游用教育训练名义向劳动部申请补助，涉嫌诈领99万。劳动部查清楚了后，甲补助款偷渡回来，也拿这个积分计划是停权2年。检调将发动诉讼甲约谈，专案依照早期伪造文书等罪嫌，该移送法办。总部位伫台北内湖的乡西旅游集团初稿现地凭证，也毋过前一天稍后检调搜索，佮约谈3名观光教案，因为乡西旅游以教育训练名义，2019年向劳动部申请补助，所涉嫌诈领大约99万。3名被告，涉嫌违反3人以上共同诈欺。还有这个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还有商业会计法犯罪嫌疑重大，但是没有羁押的必要，所以各交保新台币10万元。为了人力资源提升，佮互劳工安心就业，劳动部有推出企业人力资源提升充电起飞、甲充电佮出发训练等计划。乡西旅游伫2019年申请企业人力资源提升计划的训练补助，相关补助200万，也毋过事后清查，所发现乡西提供的工时签收单有工时技能有分心，工作时间及其他的公司上去。乡西公司文书作业疏失，政府单位执期涉嫌诈领，报称检调侦办。恐涉及伪造文书跟诈虚取财之余，所以110年的4月6号，我们就主动移送检调。那是同年的4月28号，也把补助的99万余元一并的追缴回来。有那种专门的这种类似气管顾问公司，等于是说帮企业写案子，就完全申请，然后呢，事实上没有去企业内来上课。好，那这种虚报，或者是说他办训呢，这个人数可能浮报。对专案乡西旅游回应，专案进入侦查阶段，秉持侦查无公开原则的专业配合检调，保证企业服务、财务营运一切正常无受影响。劳动部再次呼吁企业应该秉持诚信，确实办训练。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三读通过环境补助执法，环保署正式升做环境部，也会使气候变迁署。环保署长张子敬表示，改制了后呢，会有充足的人来推动业务，解决长期无度处理的环境问题。不过，也有环保团体批评讲，升格环境部无度整合水土山林，好着一寡人员通好升官尔。环境部气候变迁署组织法制定通过。经过12年，环保署升格关注部无成，调整做环境部，组织法三读通过。组织架构伫部长之下有2个政务处长、1个常务处长，包括5署4署钱。为了达成2050净零排放目标，成立的气候变迁署会补助人力推动业务。环保署长张子敬心情激动，路径更较侪环境问题会当得到解决。组织提升了，那么法规能够针对问题从源头去做制度的改善，那么希望对于原来一些长期没办法处理的问题，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解决。升格环境部有关乎外界批评原地升格，时代力量立委单招华新市认为应该正名做环保部，未少声音认为环境应该包括山林水土地理。也毋过即摆升格，由于无法度整合相关单位，环团代表认为无有前瞻性，恐惊往前行只有真输。更妥适的管理这件事情，它其实是要把台湾的山林水土资源做一个整合性的，包括部会组织都应该要整合起来。但是现在没有，有啦，有人事跨出去了啦，很多的署长啦，很多的官位可以去做分配了啦。环保署表示，不是就地升格，是专门打击环境治理责任。那水土林治理无整合防治期，民进党立议党团提出修正动议，由行政院整合自然资源永续管理规划治理机制，将相关部会纳入。伫行政院长期进行跨部会分工，也毋过张具稳执期，无法源基础做一个成效，也烦恼是责难法制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和外国人讲是过路人的地角，为着要把改变这款的歹名声来看基隆市，对3月开始推行一种青底白顺的过路线，看起来较隐蔽，希望会当增加过路人的安全。只是讲为这款过路线介绍屏一般是贵3倍，所以目前先对学校也个家人庙口这块所在大声处理。基隆市安乐区建德国小边仔的路口有这种青色底的斑马线，平一般的黑白斑马线，看起来是较显目。
这是基隆市为3月开始推行的青色斑马线，互行路人较好，互人看到。绿色的哦，咱再看，人可以去注意到了。它不会是整个就是像柏油路的颜色。然后小朋友比较看得见尤其是夜间它的视觉效果是非常好。我们驾驶朋友在比较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绿色斑马线里面混有所谓的玻璃珠那在夜间的时候，它会所谓的反光就是会提醒这个地方会比较显目。现主时基隆市成为学校附近加基隆庙口这寡重要路口新施行，不过这款斑马线也让民众烦恼，凭一般的斑马线敢会较骨？会减速，用路人安全。可是问题如果说是像骑车族的话，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理想。有色彩的斑马线在日本、欧美国家拢有在使用。台湾自2017年开始，也有关系陆续推动。基隆市政府表示，在设计的时也有调整成分，和安全性比法规的标准更较悬。本正是50，基本上90、65所以基本上奥多拜伫顶悬徛未讲有骨的方面啦。不过，基隆市政府表示，这款青色的斑马线比一般的乌白斑马线的价效是贵3倍。在经费有限的状况之下，已经向中央争取经费，后半年希望会当全面规划，让更较侪路口通实行。记者郭文章随基隆报道。人讲落雨就莫压雨，因为根据环保署上新的酸雨监测，全台去年14座的7站。雨水的平均 pH 值是5.75，其中雨水上酸的所在是新竹 ，pH 值是5.29。车伤多啊，天气也有关系啊，空气歹污染，这是人为的因素占大部分啊。若要讲新竹的雨上酸，我咧想应该是甲空气污染有关。每天往来新竹科学园区上班的交通，以及园区厂商排放废气的污染。讲到酸雨的 pH 值，定期值是5.0，数据愈低表示愈酸。环保署委托中央大学大气系做全国酸雨监测甲成分分析调查，收集1000多份的数据，发现去年雨上酸的前5名拢伫北部，尤其新竹直接超过连续4档排第1名的中立。伫咧外口伫咧外围，伫咧比其他这国家是地区所刷入来的这种污染的这种物质伊经过这个雨水安尼甲冲落来以后，到咱地面咱看到就是这种比较较酸的这种雨。天气分析师表示，北部寒天较厚落雨，所以酸雨反应会较明显。中南部虽然大家感觉空气较歹，但是雨落少，所以北部的雨才会较酸。记者台湾曾俊佑、周君和综合报道。今年婚林的蒜头产量减少，所以价销袂歹。最近河北分局接到民众报案，讲蹲伫厝内面的蒜头掉一头，250斤蒜头拍无去。警方抓到一个生出来查甫人，这个嫌犯也讲已经用一半价销袂掉了。卡控着石膏，开条后倒摆来到河尾这厝的蒜头仓库，先观察地形。各位摊仔爬入去偷摕蒜头，这名23岁错是犯嫌，虽然行动不便，但爬入去蒜头仓库后，慢慢将一包一包的蒜头撇入摊外，总共偷摕蒜头250斤。4、5月份是我们辖区那个蒜头的产季所以我们非常的重视这个蒜头的维护。那日前接获民众报案就是说他工厂的那个蒜头遭窃，那数量也蛮多的，就是有250斤受到气候影响，今年云林的蒜头减产，后目前蒜头维持袂歹价销。但3月份北港贸易间组成偷摕蒜头集团，偷客将近3吨的蒜头被掠到。这次错事犯嫌偷摕后，佫以价市价无到一半的价销来转卖。那我们追查他蒜头销赃的来源，他把偷窃当天以后，就把那个蒜头卖给那个辖区的店家去做花用。警方表示，近期陆续接到零星蒜头失窃案件，大部分拢是民众将蒜头拍在家己的厝门口，抓被偷客。嘛，呼吁民众尽量要管理好财务安全，以降低被偷的状况，专卖一切得罪。以上云林地检署来侦办，记者为你报道。花莲玉里种真济米，农民会用无共色水的米伫产地画图推广观光，代替今年也和农民合作，用这个米画出代替 logo，请真济游客来遮翕相。
为着要互铁路迷伫翕火车时阵会当顺续来推销台铁的意向，花莲火车头甲玉里农民合作，伫个曲城桥附近来采画雕塑，特别是火车经过时阵，游客拢会来翕相。蛮有特色的，玉里这边其实有一个蛮著名的铁桥。对，那这边的那个稻田也蛮漂亮的。稻田采画这几年来，伫花莲南区正时行，包含乌形、大卡、台湾样式的 logo 拢有来出现过。农民利用无共色水的稻米，搁再配合电脑画图了后来甲规划种植。这种品种的话，它要以我们太阳光合作用，它才会变颜色。越复杂的话，以人工插植的工作时间就越长。台铁表示，目前采画稻田有0.5公顷，伫今年开春了后就开始种植，成功打造地方特色。稻米办批要伫6月就会来收割。玉里的客城桥呢，一直是民众呢拍照、拍火车的一个很热门的一个点这个很大的一个回响他们都到那边去拍这个火车经过的一个画面。台铁表示，讲想要去欣赏的游客会当对玉里火车头出发，行玉里自转车道5分钟就会到位。呼吁大家伫个桥顶翕相的时阵，嘛爱注意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已经92岁，黄俊雄是台湾布袋戏的人间国宝。1970年代，伊甲布袋戏搬到电视去做，上届出名的就是轰动武林行动办到的《魂州大儒侠》。黄俊雄伊是婚林好宝人，这个婚林县政府也甲黄俊雄一生翕做纪录片，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劝君当初爱何乡，爱何万派水了亡。布袋戏大师黄俊雄，互人号做是人间国宝，伊今年嘛摕到行政院文化奖的肯定。从今天是我的代表，我被龙王挑战，为你实现我梦。云林县政府特别规划这出纪录片《布袋戏人间国宝黄俊雄》，而且是由黄俊雄的后生甲查某囝同齐完成的。曾经被评价为不入流的作品，对，但是50年后的今天，不分阶层、不分领域的台湾人都知道常进人这个代名词。我感觉布袋戏文化艺术，甚至各种的艺术，伫个每一个年代无共款的世纪，拢有无共款的挑战。黄俊雄为14岁开始，就对因老爸通天教主黄海台学布袋戏。1970年代，全台拢咧销布袋戏，《魂州大儒侠》史验文这出，更加是电视布袋戏的高峰，成做全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因为黄俊雄是云林人，这出纪录片云林县府筹备真久。我想大家对布袋戏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云林县就是布袋戏的故乡，那最能够代表台湾意象的，也就是布袋戏。这出纪录片为2021就开始准备，今仔日举行特映放送，而且是由黄俊雄的囡仔来负责，用主类角度记录布袋戏大师黄俊雄精彩的人生，看人间国宝对布袋戏这项传统文化的付出佮有坚持。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这几年有兴文物的压力，埃及要求因着爱兴因一个罗塞达石雕，希腊也希望要讨回因神殿的石雕，不过协商了后，目前是拢讲无成。看起来袂输敢若是外代理就的雕塑，和参观的民众俄罗讲2500年前古早人的工艺乃会遮赞。这是希腊雅典帕德嫩神殿的神像雕塑的全体，不过这嘛是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几多年来，希腊甲英國拢伫咧爭論這項古文物是啥嘅。Στην κατεύθυνση αυτή η κυβέρνησή μας από την αρχή της θητείας της έκανε και εξακολουθεί να κάνει συζητήσεις με την βρετανική πλευρά. Οι συζητήσεις αυτές βρίσκονται σε ένα προκατακτικό στάδιο. Απέχουμε πολύ από το να έχουμε ανακοινώσεις ή οριστικές συμφωνίες. 19世紀時陣，這款雕塑和英國駐奧圖曼帝國嘅貴族外交官阿爾金摕到，所以佫互人叫做阿爾金石雕。不過阿爾金取得雕塑嘅過程一直攏有爭議。希臘認為阿爾金無經過迄當陣奧圖曼所帶嘅同意，就入去神殿特處雕像，運送嘅過程也正囉嗦，造成古文物嘅表面受破壞。
一来英国是强调，迄当阵是政府出钱对爱尔金的手内合法买来送予大英博物馆。国讲这款雕塑若是无运到英国，可能就无法度保存落来。希腊当局几多年来一直要求大英博物馆甲雕塑海禁，最近协议搁再失败。英国方面因为1963年有通过大英博物馆法，规定袂用甲馆藏还等于原本的所在。若是无想要违法，就按伫咧希腊设大英博物馆分馆。Η βασική μας επιδίωξη, το βασικό μας μέλημα είναι η επανένωση των γλυπτών του Παρθενώνα.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幾多年來擔任協調者的角色，幫助迄款被掠奪的文物登記原本的國家。因過要處理英國的情形無容易，伫咧政壇甚至有官員反對海登記，所以要互帕德嫩個文物登記也閣有通等。公司新聞牛燕編輯。今年4、5月啊，是一个北欧美乐刷秀的季节。瑞典电视台阁用这个特别方式来看这个美乐刷秀过程，引起众人讨论。就专家认为讲，看这大自然冰晶雪无变化的画面，雪秀安打心灵的效果。而且这节目已經連續做5年啊。Moose will continue to migrate north each year, giving an insight into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live on TV. 逐摆到寒冷含热天要烧完的时阵，北极区的鹿角就会伫草地开始大耍动，因穿过树林含湖，不时互咱一寡想袂到的惊喜。瑞典电视台沿路是放30台遥控摄影机，甲鹿角一天24点钟每一个行动，完全拢无剪过，互大家看。结果大家是有够爱看，去年就已经看1200万点钟，今年已经是第5年。Sometimes we get very excited when you see 1 or 2 moose, like, oh yeah, moose! Have you seen it? Do you remember? You called me. You're like, oh, yeah, we watched it. It feels so exciting. I don't know why. Yeah. It feels like, because it's not directed, it feels like more real. 制作单位就发现讲，这个大自然的线顶放送的节目，甲网络含社群媒体合起来，已经变作一种次文化。去留言讨论的人嘛足侪。Here we see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m not swimming. So here, last in the bath is a coward. Now it's just jumping in the water. Oh, they're beautiful. 专家讲，这种红叫做是慢电视的节目，看起来无聊，但拄好是真侪紧张刺激的节目的颠倒变，有另外一种趣味。And I think that it's not only the moose, which is a fascinating animal, but it's the whole concept of sitting, watching, nothing happens for hours and hours. And I think that could be quite healthy for more people than us. 专家认为讲，慢电视是拄好甲现代人欠的迄种慢慢生活的感觉补起来，可能就是伊受欢迎的原因。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带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吉兰到新竹对19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19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6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